我是许薇老师，又到了微微笑生活课语的时候了。今天许薇老师要教大家的是说日期啦，还有我们看表几点几分啦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先来学，你的表现在是几点几分呢？客家话是这么讲的哦。你的表呀哈还一到点一到分呢，再来一次。你的表呀哈还一到点一到分呢。你就是你的 your 你的，你的表就是表，你的表有没有跟着我念呢？嘴巴张开来哦。你的表呀哈呀哈。不是呀哈哈哈哈哈，不是叫你哈哈笑，呀哈就是现在的意思。呀表呀哈一斗点呢，一斗分呢，一斗就是多少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学过一斗钱呢，多少钱？所以一斗点一斗分。好，呀哈一斗点呢，或者你直接问现在是几点呢？如果你要回答说啊，现在呢是3点半，怎么说呢？呀哈嘿。3點半了呢，呀哈嘿，3點半，3點就是3點的意思，3點半就是一半，呀哈嘿，3點半，很好，有跟着念哦。或者啊，现在快4點了，怎麼說呢？呀哈喂，4點沒呢？呀哈喂，4點沒呢？喂就是快要怎麼樣子了，喂娘快要怎樣了？呀哈喂，4點沒呢？現在要4點咯。那如果你說現在呢是3點55分，怎麼說呢？呀哈嘿，3點就是3點55分，55分，55的意思，55分，会了嗎？好，所以下次呢碰到客家乡亲朋友的时候，可以用客家话问问说：“呀贝伟呀哈一斗点一斗分哦，哇，好棒哦！客家话说的这么好哦。”再来因客喜相逢。今天许薇老师要教的这句话呢，我从小常听爸爸跟我们说，做人呐，不要太喜欢炫耀，太爱吹大牛。为什么呢？好求水带。好就是好鱼，一条好的鱼。好就是鱼的意思。好球就是游泳的意思。水带就是水底，其实就是英文的 Still waters run deep。 OK， 所以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许薇老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复习咯。嘴巴借我，拜托拜托，嘴巴张开来，跟着我念哦。你的表呀哈一斗点一斗分呢，好棒哦！呀哈一斗点呢。现在是3點半了，怎么说？大家一起来，呀哈嘿3點半呢。再来，现在快4點咯，大家嘴巴借我，呀哈喂4點沒？好，还记得好鱼游水底怎么说呢？好求水帶 ，Still waters run deep。今天要学到这了，暗自 say 再见。